来，乡亲啊，即摆是这个战争上新的局势，继续把镜头锁登来台湾，来看这个行政院长苏贞昌再去到立法院报告备询，嘛来谴责到俄罗斯侵略的行为，讲台湾嘛会同步对俄罗斯提出到相应的制裁。啊，咱国内的厂商，若是因为配合政策受到损害，政府嘛提供协助。另外，朝野党团针对着乌克兰甲俄罗斯的战争，嘛来发表着共同的声明，呼吁各方恢复和平对话，理性解决着争端。政府嘛协助撤离的侨民，而且提供乌克兰医疗救援等等的物资。立法院新会期开始啊，朝野先针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发表共同声明，非法动用武力，侵犯乌克兰主权及领土，破坏区域及全球的和平稳定，予以最严厉之谴责。乌克兰甲俄罗斯相战，朝野拢真关心，要帮助乌克兰制裁俄罗斯。会同步做各种相对应的制裁措施，配合政府政策和受到困扰或损害，政府自当予以协助。这个瓦森纳协议的品项呢，那我们现在会严审哈。那国内的厂商，包括大家关心的这个半导体业，那大家都会配合政府的政策。这场战争若无赶紧煞，对全世界有真大影响。国内民生物资安全存量敢有够，物价敢会平稳，这拢引起立委的关心。油安全存量有130几天，采购的存量可以有这个5到7个月这么多的一个存量。根据历年国安基金动用的规模，最多大概是1200亿啦。更加要紧的是，台湾一直面临来自海峡另外一边的威胁。最近不少人将台湾甲乌克兰摕起来做比较，行政院长苏贞昌讲，这款比较无妥当。哪怕剩一只扫帚，我都跟你对抗侵略。只要我们展现团结跟不容侵略的决心，全世界都会来帮忙。再次强调讲，一定要团结，国外有战争，咱国内更加爱徛好在。Hello， 我是叶明。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